38岁香港天后容祖儿2012年认爱42岁同门师兄刘浩龙，去年3月却传出分手，结束6年感情。虽然刘浩龙否认传闻，但容祖儿始终未有正面回应。29日，他却突然松口，坦诚自己目前单身，而且这状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综合港媒报道，容祖儿昨出席活动时，透露自己8月将与好姐妹阿娇与 RSA 一起去希腊旅行，2位好姐妹也会带另一半同行。媒体立刻追问她是否也会带另一半一起去，她才松口表示自己目前单身，且恢复单身已有一段时间，亲口证实已与刘浩龙分手。容祖儿表示，自己作为艺人，说的每一句话跟声明对任何人都会有影响，所以感情的事情想要低调处理。但既然问到他就诚实的跟大家说，我现在是单身，目前也非常享受一个人的，现在婚姻跟恋爱对他而言并非必需品，感情随缘啦。